好来，乡亲继续来看台大公卫学院今仔日召开新冠病毒上新的研究的说明会，院长詹忠权来指出，感染到新冠病毒的人，平均2个5天到6天就会当卫护2.5个人，所以政府应该来提悬到社交距离的限制，人甲人的距离至少都要保持1公尺以上。 社交距离的这个规范呐，法制化或是一些自愿性的做法，在大部分的国家都开始在采用。人跟人的距离呢，我们有看到从1公尺到2公尺都有人在规范然后所以这样的做法呢，我们也希望说政府开始来思考，来提前部署。副院长陈秀熙嘛来建议，接落来政府应该扩大检疫，除了入境的人爱全面来检疫之外，伫个社区嘛要来设置着 疫病特区的监测站，他来进行快筛的检测，让感染者提早来做分流，安尼会当降低到致死率以及重症的比例。